阿皮，上一波有冇看到你染頭那麼黑麼？係啊，我想要幫一個新的頭那麼個樣式。看起來挑苗苗的頭那麼都好看呢。我老你講哦，我幫新的頭那麼個樣式啊，我幾陣年後心情變得都好呢。按樣看起來都涼爽呢，還有頭前的頭那麼沒剪斷呢。係啊，你看一下吼，天是暗熱啊，我吼從頭汗流滿落呢。故說啊，我老頭那麼剪卡短地位，吃到卡涼爽。我知道當時嚇人呢，頭那麼嘅節目，讓你規上人啊，沒當吊膽呢。不過你也有講乜計麼啊？哦，阿爸哦，就強用咩？講乜嘅吼，細妹愛留較長嘅頭那麼較好看，那係吼留較短嘅頭那麼就會有長跟細奶強用啦，冇溫柔。啊，你記法你沒當接聽到呢？親像細妹有長頭那麼就表示當乖當溫柔。哦，我真經感覺當奇怪呢，做乜嘅細妹留較短嘅頭那麼就會本人講較搞怪咧？係老人講，細奶嘅咩強用啊？我有一個朋友，咩係留長頭那麼就本人講冇搶人冇生氣，那麼就講佢當好打扮。哦，錯，像廿拜吼，我養較緊嘅細妹，阿妹就講啊，吼細妹嘅頭那麼按緊啊，冇正經，下二拜吼按用扮假人呢？係啊。傳統嘅觀念都留外表，還有身體好唔好，乖也唔乖，聯想到強下。錯啊！一槍啊，細妹嘅吼，愛留較長嘅頭那麼，怎會較得人想呢？唔過頭那麼，但像係外表天天，佢嘛該愛有按到其他嘅想法。哦，係啊，就像啊，佢細妹嘅做地剪較短嘅頭那麼，佢細奶要做地染較緊嘅細妹。按樣咩冇代表佢哋冇正經啊？係啊，像我就知道，你染了頭那麼，規陣人看起來當大眼呢。唔過啊，廿拜吼，係我第一擺自家染頭那麼有條緊張呢。我啥幾時啊？老我講，我第一擺染頭那麼要注意什麼？那麼吼會唔慣呢？哦，你第一擺自家染。今日係唔係咩做地試看啊？我大擺都唔敢染。做地啦，唔過你要注意哦，要保護你嘅頭那麼會凍走呢。哦，原來係咁樣，我頭擺都冇特別注意嘅。哦，像染頭那麼清潔哦，人嘅染子哦，要攪本嘅勻，按樣嘅色幕吼，真會好看哦。哦，原來染頭那麼係要按到眉毛嘛啫。眼挖到青菜搞一下就好咧。哦，像上擺啊，我有個朋友啊，人嘅染子吼冇種好，佢嘅色目就當快看。